史，万物在浙江。向传统致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传统延续活力，再现魅力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典范粤剧宗师范瑞娟经典折子戏专场。我是杭州电视台的主持人杨丽。范瑞娟先生在长达82年的艺术生涯当中，承载的是人民，穿越的是时代，经历的是中国。它让粤剧用历史的厚度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，用热情的温度来滋养我们的心灵，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粤剧范派传承、发扬光大，并且开启新的篇章。首先，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范派新生代青年演员的大联唱。